Hello，你好。因为我拄仔发现讲吼，我即摆即个所在啊，这个站牌是迄个基隆监理站，嘿，基隆监理站就是伫咧7堵搁过，6堵五堵啊，才要差不多。好，安尼搁是5堵，毋知啦。好，安尼我伫咧遮吼。要读一寡物件，是因为讲嘛无车通转去吼，代替伊可能因为迄最近上班人较少啊，吼又减班啊，而且吼对宜兰啊，对宜兰要转来台北的人实在是真少吼，才是连转台北也袂，拄则迄随风就是种台北，嘿，或者是基隆吼，基隆无做过台北吼，有啦台北州啦，好啦，安尼我主要是要读3首诗。3首哦，加一首啦，比拄则迄录音，搁加一首啊吼，就是因为我搁几工前，来看觅吼，啥物时阵呢？16号，嘿，我想写一首诗，这首诗是用客话写的，因为我伫内力。我读看觅互恁听吼，客话就。我家一寡，因为写诗好用，这是一个新的文化运动，培养文化好，新的文化运动吼，敢是一种新的文化运动？你嘛会当想看觅吼，我读看觅你就知影。诺斯苍苍，诺斯苍苍跳那风，屋面徛徛也爱将，口嫌人天保得飞。莫变天公，翁乃翁，翁乃翁。我读一解吼，爱张读一遍哦，一遍哦，吼。有写一首客家的诗，系9月16号初十，吼念。毋许念，就是半夜初四下来，好，下个诗，迄诗很强的诗，比嘛个来因为爱学福国个手张有诗很强个学法，莫还了强诶，张个时节啊，毋伫牙讲迄行业，毋伫啊，毋惊阿讲迄张个行业。张行营的，我会播散的，95%度以上的，好，我倒来，拄则拄来讲迄话吼，就是讲我讲是一个客庄迄个所在，宝山叫95%以上拢是靠客人，嘿，足客人的所在，嘿，好，张来读下来那个诗哦。我来念这个诗哦哈。好，我要念诗了。对，盘转回花语哦。你就知道我是台湾人了没有办法，这是没有办法装的哈。诺斯苍苍跳那风，屋面徛徛也爱将，口嫌人天保得飞，莫变天公翁乃翁。好，这4句是什么意思呢？诺斯苍苍，其实唱啊，对，就是台语的唱。好，头毛西，头毛唱。好，诺斯闹，电影闹，迄闹，好闹死，买刚讲闹死啊，哈，诺斯苍，跳那风啊，中下伊啊，可能中下好很好啊吼，哈，可能就是脑丝，千烦恼丝。我用华语解释好了，这样大家都能懂，原住民也能懂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脑丝诺丝苍跳那风，就是烦恼丝啊，怎么一坨啊，一整坨啊，就是随便你头上长。好，第二句。后面徛，那是长，好，后面徛，后面徛，也会将，就是
面，足高兴的吼，面足高兴的。也有迄种就是克爸克母迄种。哈，为什么脾气歹的人克爸克母？因为免讲人讲道理。好，口嫌人甜补得肥，口嫌人甜补得肥是什么？就是我嘴巴这个喊啊，但是最嫌我讲，因为口跟木嘛，所以下一句是木。口是嘴巴喊，然后人家就来帮忙。人甜补得肥就是回报是回报报恩是也有必要的。好啊。也能够的，也能够报的，哈，也可能够报回报的。莫变哦，莫变就是目睭眼着，吼，目睭眼着迄个天光啊，吼，天光日，天光莫变天光，天光有两个意思，天光在客语里面，一个意思是天光，就跟台语的一样，天光日是隔天。结果把酒开啊，回头出来啊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可能工作到很晚，工作熬夜到隔天了啊，忘乃梦，就是往事怎能忘掉呢？以前我们做过的事情，怎么可以放下、忘记、丢掉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过来。过来两首诗是台语的吼，我尽量用台语讲哦。这两首诗是伫咧宜兰写的，宜兰写台语诗，我疼下，客话诗，就是伊一个花莲的立场啦吼，伊一个花莲立场，就是感觉讲吼，台湾有这爱成，应爱成斗阵较好势，无即两阵会玩足久的，吼。即两阵玩足久诶，恁今仔日可能有看吼，有时啊拜人，好，第一首诗吼，我先讲第一首吼，即首。